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讲到，真紧就会宣布重大贸易协议，讲要甲贸易谈判扣35%，也是40%关税，引起国际关注。到底说落来要甲咱台湾扣偌济关税，各界嘛拢带咧等。国民党智库甲民众党政策会就宣布要规划召开民间版的因应关税记者会，向人民来交代可能会造成的影响甲因应的对策。 美国总统川普甲对顶关税期限延到8月7日，即马时间要到啊，台美谈判结果煞还未定案。川普又阁有新的重大消息。When I send out the paper that you're paying 35 or 40% tariff, that's a deal. Then they'll call and see if they can mak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kind of a deal, like opening up their country to trade in some cases. 有阁讲要透过批信的方式，向数十个贸易伙伴发出对顶关税警告。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对超过20个国家发出关税通知批，也甲中国、英国、越南、甲印尼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台湾是一直也未公布。副总统萧美琴也讲到即卖状况。With the United States, our negotiators are literally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striv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tariffs to achieve trade balance. 国民党智库甲民众党政策会会伫2日共同召开因应美国关税民间版冲击影响评估的其中报告记者会，出席的成员包含民众党政策会执行长赖香玲、国民党智库经济组召集人林祖嘉、国民党立委赖树宝、民众党立委黄珊珊、高雄地大校长管中敏等人。赖树宝搁再化声政府台美谈判伫最后，进口的农业甲汽车产业绝对袂当用免关税来优待美国。美国到台湾的产品，包括关税、包括货物税、包括营业税等等，已经有600亿之多。农业鸡腿棒20%，汽车产业17.5%，我坚持这2大项不可以抵关税，不可以上权入国啊！任何政治性的操作或刻意的一个攻击，甚至于公布，希望来影响到国内的政局等等，我们认为都是非常不智，也是错误的行为。国民党呼吁执政党重视产业甲劳工的意见，另也是强调，这个时阵应该避免用政治手段干扰谈判，降低对企业的冲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